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日本好出名嘅有馬溫泉，入住超人氣溫泉旅館紅龍館，一邊欣賞有馬嘅寧靜景色，一邊細味令人放鬆到極致嘅溫泉體驗。呢個洞穴私人風呂真係令人大開眼界，一撲二食已經夠吸引，仲有入口即溶嘅神戶和牛壽喜燒做晚餐，而且最誇張嘅係，竟然可以同時享受姊妹館遊住山莊嘅設施同埋溫泉，究竟呢個價錢值唔值得？今集就同你實測。Hello，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喺日本關西有馬溫泉區裏面好有歷史兼且好特別嘅溫泉酒店——有馬溫泉月光園紅龍館。日本三大名泉包括道後溫泉、白濱溫泉同埋呢個嘅有馬溫泉。咁我哋之前就浸過呢個白濱嘅溫泉嘅。咁就試埋呢個有馬溫泉先。紅龍館係位於日本有馬溫泉區知名嘅日式旅館之一，隸屬於月光園集團。呢個溫泉區本身歷史已經超過1000年，而我哋住呢間紅龍館就開業超過600年。旅館坐落於山林同埋溪流之間，秋天嘅時候呢度就會一片紅葉，非常之靚。旅館大堂全部都係落地玻璃窗，而且顏色柔和，感覺好舒服。喺大堂嘅位置可以自取浴衣，仲有提供一啲橡筋同埋梳。依家就 room tour 一下我哋間房先。入到間房有一個玄關，我哋喺官網嗰度訂咗最平嘅房型，然後我哋又被 upgrade 咗。房間就有一個好大嘅窗，可以欣賞到山景同埋河景。間房仲有一個按摩椅，客廳都好傳統，而且係幾大下。BB 好鍾意呢個按摩椅。喺左手面啦，都有張台嘅。呢個位置我諗應該係瞓覺啊嘛，搬開張台之後，鋪張床墊喺度瞓覺應該係。衣櫃啦，呢度有。然後直行就係 pantry， 右面就有2個洗手盆，浴室係復古 feel， 然後再經過一條走廊，就會見到2個獨立廁所，呢個第一個廁所。同埋第2個廁所，飲杯茶之後就出發去浸溫泉。紅龍館裏面有3個私湯嘅，第一個叫沙岩，第2個洞窟，第3個繪。3個私人風呂都係統一價錢，2200 yen 40分鐘，每延長30分鐘就要加1100 yen。大浴場分別有金波同銀波，即係有馬溫泉最出名嘅2種泉質，金泉同埋銀泉。喺度做完登記之後就可以入去啦。我哋嚟到沙岩私人風呂啦，裏面就唔算好大。有提供一啲毛巾啦，同埋一啲各種嘅護膚品，仲有洗頭水同埋沖涼液等等。哇，其實目測呢度咧，真係可以坐到好多人，浸到好多人。我分鐘覺得呢度十幾個人浸都得，呢度大到係。喺右手面就係沖涼嘅地方。個沙岩溫泉啊，人哋話可以美白啦，同埋抗衰老嘅。啲水咧就溫泉水係酒紅色咁樣。溫泉水係有淡淡嘅花香味。然後我哋再睇下另一個私人風呂，佢就好似一個洞穴咁樣。溫泉水係無色無味。我哋啱啱浸完
泉啦，而家準備去食晚飯。我哋今晚咧就訂咗喺房間嘅壽喜燒食和牛，咁睇下有冇食啦。有馬溫泉區旅館都係一泊二食，即係包早晚餐。呢度最出名就係懷石料理，同埋佢哋嘅神戶和牛壽喜燒套餐。我哋呢度係4人份嘅神戶和牛壽喜燒套餐，前菜仲有生魚片同埋一杯白酒。生魚片都算幾新鮮。好啊 BB 好飲嗰啲酒嚇，你親添醉咗咯，哇！好似你識飲咁啊真係。你真好漢。哇！都可以再生啲俾我咯。壽喜燒嘅份量都幾多下，而且味道啱啱好，唔會過鹹。好啊！乾杯！個飯後甜品就一般般，夜晚黑就會喺呢個位置瞓覺。Tomorrow 早餐都喺房間裏面進食，好準時9點半，我哋嘅早餐就準備好啦。先睇一睇有咩嘢食先。早餐都係非常之傳統嘅日式料理，呢個就係豆腐湯。有樣嘢係值得一提嘅，旅館係唔會包未滿3歲嘅 BB 嘅早晚餐，的確係有啲扣分，所以我哋自備咗啲牛奶俾 BB 飲。琴日我哋試過紅龍館嘅溫泉，今日就去埋隔離，同樣係月光園集團嘅姊妹館遊月山莊。我哋終於嚟到呢度啦！呢度就係遊月山莊大堂嘅位置。隔離就有一間手信店，買一啲溫泉旅館嘅特色手信同埋本地手信，然後一直行會見到呢座月光橋。呢條啦就係連接呢個遊月山莊同埋呢個紅龍館嘅一條橋啊，叫月光橋。喺呢個位置影相真係超級好睇。遊月山莊，我入去睇下先。佢係純日式木造建築旅館，歷史比紅龍館更加悠久。有啲魚，好大條啊！一個價錢就可以去晒2間旅館浸溫泉，性價比真係極高。而且佢哋係露天風呂，男湯同女湯都係金泉，泉水含有大量鐵質同埋鹽分，接觸空氣之後氧化就變成金褐色，而且保暖效果強，有助促進血液循環。腰酸背痛都冇晒。最後當然要去附近嘅景點，行路10分鐘就到。呢個位就係有馬溫泉區最出名嘅位置。多數講起有馬溫泉嗰陣時，都係講緊呢個特色嘅位置。最後我哋嚟到有馬溫泉街，朝早11點已經有人排隊食中午飯啦，條隊超級長。溫泉街聚集手信店、食店同埋咖啡店，仲有好多本地特色小食，包括用金泉水做嘅雪糕，有馬山椒料理，仲有炭酸煎餅、
黑豆甜品同埋溫泉饅頭等等都係非常出名。前面呢，就係好出名嘅金枝湯啊！金枝湯同埋銀枝湯都係掛流式溫泉，由旅館直接從泉水引水，不循環不回收，水質超天然。最後當然要試下呢度好出名嘅豆乳雪糕。一個佢哋呢個係 soy milk sundae 嗰個雪糕，大嘅 size 同埋兩個類似 bagel 嘅，佢話呢兩個甜甜嘅呢個，唔知喎，佢兩個應該係，但係冇糖嘅，凍甩㗎嘛。應該好食。好啊，係啦，好啦。第一啖我哋就俾咗 BB 食，個雪糕真係好好食，好重豆味。食完一啖之後，嗰個豆味會喺個嘴巴裏面徘徊。最後必買手信，包括沖涼浸浴用嘅浸浴包，仲有佢哋嘅潤手霜，都好滋潤同保濕。如果你鍾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想知道更多旅遊資訊，記得訂閱我個頻道。下次再見。